到后年我也没学，弄那脚踏车被你不爆破了嘎，都客户的话要这个盘的都安慰嘎。那么当时到那展车的话呢，要通过视频的宣传，然后到那这里，然后当中段话就进来开车了，然后然后的话是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嘎。然后北盘的话，没好事给的么话，对北汽车还只要了解，但是的话，经过北的宣传啊，包括到那车之后呢，视觉体验的话，好多还是一摸就摸着了，还是非常的喜欢的。你很的话就是还想和大家分享话，有一方面就是河南话，因为一方面我本身还是老在嘛，比如说事情上都没这么忙，所以分享视频的话可能是没人忙啊，好多给那个找陌生人话，还视频还只要几这个弄的话就是抽视频建议去找出视频给他分享话，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还就是河南在嘛，好多给的么话对都到那个就是忙陌生人就给的么呢好多的话就是路的太离的话，就人家说往台北就订车了。如果你摸着北汽车的嘛嘎，就喜欢北汽的话可以你看我老事情，然后款那个呀容样式的嘎，肯定发视频很容，那么就可以人家说网就可以订车了。因为最后的展论的话，可能没事车就是只摸你想要的颜色呀、款式的嘎，所以主要还你念着北汽车的话，可以私信我，看我到老话，合适的话就可以相对给他们的话，人家说网就看我订车嘎，最后找你爸妈手续就可以很那在了嘎。那的话，你很难就是准备的安慰呢他的估计呢，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想某事给你们话，你要找我。